苦苦堅持，竟然沒意思，為何不可以？我決定誰才應該在我心中擁有位置？當你下次要換播時，手機我都沒電視。沒法子，純情不可以。男生中只得你贈我戒指。原來就算最愛我，不過暫時，名字每隔2日都改變位置。一變四，四變12，來到這禮拜更加保值。何以我變了你的36號愛人？隨便碰上那個他都比我更有最吸引。偶遇我亦願我是別人，能轉個化身共你再問問。我以前是冠軍，怎會慣做後備愛人？曾經也上到最高，早正滑落谷底的人，看見未來雙腳已在震，因我說過愛是無限，才會受教訓。救命啊！完美的人，只要做馬關，仍然很興奮。誰知燈聲引起就變桂冠。誰人話我會中你勾搭別人，連跌到4、5、6、7都會密運。因了你更博行，能叫我跌到永不超生。何以